3个啊，穿哪里？这里上面哦，中间嘛，然后我们在这边3个角度，哦，三角形哦。哎，把它的哦，3个角度哦， ，3个比较稳，2个好像会掉又掉那样。三角形。哦，总共有几个了哈3洞，然后这个有没有？线。我们不是5条，现在变10条嘛。3条，3条一组这样，啊，这个多的4条没有关系。哦。3条一组。哎，这样子，我们给它穿到刚才那个洞。哎，用发夹，用发夹。直接绑了哈。洞好像不够。没啊。那个太小了。不是这个有那个洞，我不知道怎么穿。我在家里还用那个水布绑上去。大的那个扁钻，圆的。因为这个布，我怕说用一种软的那个，怕那个布是污里嘛，怕你们会缝都有问题的啦。有三角形啊。哎， 3个地方穿洞。很努力这呢。个应该要男生吧？对呀，男生还要练习。哦，用那个钢钉穿，穿不去。哦，翻过来，翻过洞大一点。对呀。越来越粗了，用皮带那个，小心。跟那个什么站长队的，他检票那个，用那个打洞机。哎呀，那个就一条。哎。我再，还有3条一组，3条一组嘛，其中一个4条。哦，不管它哪一边都可以，有洞就好了。在哪里？那个洞不见了。三角形就好了。然后绑起来。三角形。哦，三角形在中间吗？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上面嘛，啊，2边这样。哦，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娃娃，然后再绑起来。 3个线。是3个线。剩7条，回去。这个是最难弄的。洞有点工具。 3条从那个3组从那个洞里面出来了。有3洞，3个洞。有四个那个就一起4个这样，3、3、4。哎，对。这样比较稳。洞，那个洞要大一点。这个4条的哦。洞。这个耳朵还没有。来，你拉我绑，好的，不过你抓我了。恐怖。小心哦。好，OK，出来了。比较有力。你们家有男生的好。哦。 4条线。啊？3角3条。哎，然后对，等一下我先把它。难怪会那么挤。那个绑怎么绑？比较大。剪成。好。 3组。哎哈，好。然后呢，绑起来。 3组完，我们3个编上编头发那样子3个编起来。哦。编的。这样，就给它绑辫子，哎，哦，你3条绑完之后绑到辫子底吗？到底吗？对，编到底，哎，然后这个绑这个，然后3条一样绑起来就对了。对，这样，哦，我知呀。按这个绑这个，哦，哦，这个绑这个，哦，明白这样这样就好了。对呀，这样不是就固定了吗？这样，啊，剩下的呢随便你绑。哦，不是，哎，这个呢？这个怎么弄耳朵了？啊，就车的。那个耳朵吃好了，那怎么放这边？就拿掉啊，耳朵就掉了。不是有没有耳朵？我们翻过来，车好了。哦，然后放这边，哎，在哪里了？这个有没有？在下头，没有先。那个酒布绑进哪里？叫它转动一下。
要男生的力量呢。哦，这样哦。这边很多男的啊，你看不起那个黄老师？哪里有黄老师？在笑很大声。哪里？哦，我们那时候缝的时候是你这样，去手我缝嘛，电的也有事，哦，车这样子，你的力量比较大，神呢？这样子缝，就是太安静才有事。嗯，来，你哪里不行了？帮你弄了，你帮我们转太小动了。看凯琳了吧？对，哦，不行，他的手会刺到。对对，刚才你编好的时候，这样说，我一定要用一下。怎么样？应该是先绑好，对，我要先看那个。刚才有没有看在哪里方向？先编好嘛，刚刚编好洪老师没有网的在看时候，有没有？干呐！没有啦，你那个洞是三个中间，洞然后两边。哦，顶你，穿进去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他也还他按照你，对啊，全部都才好看。这个不是，帮你弄。这个是已经编好的哦。哎，对，就是全部穿进去。这样，没有要穿铃铛的啦。这样，另外一边哦。啊，另外一个这个呢，两个也是要放里反面。方向，反方向。哎，反方向，它再给它绑起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。可是这边我们要先固定啊，刚才那个方法绑，哎，对。那么紧要不是要，我的意思说这边要先固定好，啊！里面，放里面，然后再绑起来。对，我去照相机。耳朵交了吗？跟你先用这个，然后再用这个。正在讲。你那个夹子一啦，你那加油按照这里的哈。有啦，那就用这个中间的。好了哈。嘿，好了。